系啦，像一下天时又热又燥，要记得啉水，才唔会热到。冇錯，唔做得對天公嘅上班開始來試看啊。唔過也滾水哦，真嘅冇味道，我唔係當好呢。嘿，我一下就同分享提示嘅優良，就是唔做得做提味水。哦，就是滴水滴度加到嘅檸檬，也係幾粒藍莓，安尼啉起來還有味絲，啉水變成係一種享受。也聽起來一種空間版本嘅酥油飲呢。哇，安尼聽說當好啉哦，梗係做得加其他嘅東西冇？當然做得啊，還做得加內瓜，也係薄荷，安尼熱天食起來就當清甜。安樣梗係一日到底會食幾多嘅水啊？根據衛福部嘅建議啊，小學生一日至少要啉1500cc 嘅滾水，大人呢係6到8杯水，咪差唔多係1500到2000cc 安尼。我一下一日就是300cc 天天呢，安樣就唔啦。冇錯，古時呢天嘅熱量就係當日至少要啉1500cc 嘅滾水。做得準備嘅有壓度嘅茶乾，安尼就啲啉嘅幾多水，韓國呢做得聽鬧鐘來提醒自己哦。哦，有方法我當注意呢。用手機來提醒自己來食茶，安樣就唔記得咧。係啊，為了啉水變成係生活習慣，就像沖牙齒共用。唔可能，我當日放鬆第一件事情就係攞茶乾種飲。我一下已經愛啉第二乾了。哦，今日咪可以去前面嘅講嘅茶乾呢，當日攞佢種到飲唔飲？冇問題，我哋還做得來比賽，看乜人啉水先達到標準就贏。做得啦，假使我一樣哦，像我啉無糖冷泡茶。哦，佢有乜嘅問題？跟一下來啉水。好，空天清。